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开米风台过了，落大水后，山区阁陆续传出崩山。德鲁库国家公园附近的山壁，总是崩山崩甲真严重哦。烦恼附近的部落会有危险，公所是透明来提醒民众。目前崩山的范围有愈来愈晚近部落的可能，所以公所嘛无排除讲要求规出拢先撤离。 28暗6点外，德鲁库国家公园入雾溪北边的山区，规片山壁崩落来，一直到早起还佫伫咧崩落，加上凯美风台25点就扫入来，要去总德村的山路，规条拢是落来石头。这边大概有20米都盖住了，你看这个灯木犬的全部都那个跑掉了。前山盖就一直落了，后面昨天就更厉害。那你们现在都撤退没有啊？昨天有撤，然后不敢睡嘛。 因为崩起的所在下骹就是富社村12人的部落，拢总有25户，114个人住伫遐。居民虽然已经退离去入雾溪对岸富社国小来避难，不过崩起的区域看来有愈来愈晚近部落的情形，居民生命安全嘛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要迁村，怎么要迁村？叫我们不要住这也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祖先的地啊，叫我们迁哪去？公所强调讲，若是德鲁库口附近无安全。 秀林乡山区伫4月初3地震了后，有真侪山区的岩盘也无稳定，加上凯美风台带来大水雨，目前包括三站、中德甲富社村等等的部落拢有危险，希望政府多来重视。我是希望太鲁阁国也要去关心你们所辖的这个区域啊，是不是影响了所有住户的居住安全？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跳出来，好跟我们公所来这边做结合，好包含水保局。 居民表示，就算退离去富社村嘛无一定安全，因为晚近阿年矿场的10人嘛烦恼可能会崩起，加上了后可能还佫有风台，敢会对德鲁库山区造成佫较大的威胁。公所目前还佫伫咧协调，希望会当有地点会当安置。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阿里山公路第18线70.2公里的民崩坑哦，伫早起5点外嘛崩山，路面四界拢是石头啊加土沙，崩坑嘛互石头啊底甲崩起，目前是先抢通单向通车。另外，伫森林草岭的另外道路嘛，因为路面拢是石头啊加倒去的树啊哦，变扫了后嘛先单向通车。森林县政府佮高溪乡公所嘛派外包厂商去抢修，望1礼拜内会当抢通。 当天人员使怪手，甲大石刷走，赶紧抢修。离到透早5:40，阿里山公路70.2公里民崩坑的所在，因为大雨土木咸水造成崩山，大石是直接击落来，甲崩坑底崩去，双向断路。其中洞口结构，目前已调派人员机具前往抢修，预计今天中午12时抢通。截至目前，我们接获的最新消息，已经在9点10分。 抢通恢复单线。受到风台凯美影响，森林草岭包括县道149架线甲1线，有真侪所在互土石陷去。目前敢若开放一线通车。森林县政府甲高溪乡公所加派厂商进驻协助，希望伫1礼拜以内，甲附近所有要道拢总拍通。 我们交工局还有公所的开口厂商合力，在最快时间就把对外的交通给它打通。那再来就还要再做一些复原。那尤其我们会请乡镇公所那提出呢，整个这个边坡本身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工程跟技术来延缓边坡的一个滑落这届嘛有真侪农民受到风台影响，包括金蕉、木瓜丛拢去有风扇断去，佮文旦原本佮过3礼拜就会使收，即马嘛倒将近1成。农民目前敢会当赶紧整理申请天灾救助，加减来弥补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的风台全台湾的农渔业损失嘛真严重，高雄沿海的湾仔因为淹水沙白鱼拢流出去，加拉弥德乡的沙白鱼损失就要6000万。有渔民就讲，这届是损失上严重的一届。 渔民透早来阮仔赶紧甲塘水沙白鱼浮起来，即届凯美风台影响，弥德阮仔有100外家拢淹水，水淹过阮仔的管道，地属鱼仔流出去，乌白树拢淋做伙，甚至大鱼佫会食细只鱼仔。
伫弥德地区，沙巴鱼甲石斑的损失上济，干那沙巴鱼的损失就有6000万。渔民怨叹，即届鱼损失上严重的一届，因为鱼拢伫水底，损失的金额较大也歹算。我今年也无法度正常运转的时候，现在估计还佫无法度出来。但是确定的就是大尾食小尾，这是一定的道理。伊的这边的损失遐严重，就是讲伊的水基的水抽袂离，伊就倒关掉了，佫大雨，所规个全淹去。弥德的温仔有463公顷，占全市15.9%。除了弥德、嘉鼎、阿莲、乐迪也拢有渔损的灾情。市长陈其迈29透早甲弥德会勘，伊表示讲，因为沙巴鱼的产季伫中秋后，目前渔会协助渔民赶紧收2斤以上的沙巴鱼，另外会协助渔民统计损失的金额。今仔日中央会公布这个养殖业的灾损的这个标准甲保障啦咱高雄市政府会要求咱的海洋局甲公所从宽从速。到200上新的统计，除了渔损，高雄农损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5千万。弥德渔会表示讲，目前等待中央公布农渔损灾补偿，协助渔民申请现金救助。后续也甲3台抽水机加大，增加抽水量，以防未来风台天阁有做大水状况发生。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风台扫过中华的丰原乡有将近500公顷的蚵仔白飞掉9成，损失是真歹算。渔业署今仔嘛去现场勘查，宣布讲会来补助1公顷33000块，另外再提供20万块的价利贷款，会赶紧来公告。看茫茫的蚵田，转去互钓草，也有树枝，甚至是水流茶砍的。这蚵仔唔嘛互冲走，也有互这钓草恶落瓜买翕死。开辟风台过境了后，中华丰原的蚵农趁日到天气有较好的时阵，落去甲巡，发现讲这物件拢乌有气，是要哭无目屎。你啊看鸟安尼，鸟安尼一片架片安尼，都看看安尼，哦，足痛苦的啦。中华丰原外海水文机大概有500多公顷的蚵田，黄女士讲，这蚵仔一年收一届，最近就是采收期，想袂到这蚵仔田风台过后变甲这么凄惨，是整20多年来唔捌看过。当地超过9成蚵田互毁掉，损失是真歹估计。再去渔业署和民代去到现场会勘，地方希望中央赶紧推出补助措施。所有的蚵仔是9成拢受损啦，你无倒的蚵边倒的蚵边就倒啊，无倒的蚵边，这蚵仔拢无效啊。它经过这个台风以后，迄蚵仔拢袂大啊。都拢无好起来死啊！后端的部分还有所谓的低利贷款。那这一次的部分，农业部对于所谓的半年天灾免息的部分，不管是新贷还是旧贷的部分，再来就是水事所其实也有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后端要做护园的一个技术服务的部分也都要投入。渔业署强调，一旦中华县政府填报受灾资料统计了后，补助倒边的蚵病1公顷33000块，另外再提供20万的价利贷款。详细细节会赶紧来公告，协助蚵农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寮的工业区有一间做印刷电路板的提出工厂，今仔早起着火，经消息出动大批的人力来抢救，大约2点外钟火就拍花，加在嘛无人受伤也毋过烟是真济，嘛造成大寮的空气品质变甲真歹。市政府是建议讲，附近的民众通门先关好目，嘛上好尽量莫出门。这间工厂乌烟一直闻出来，而且愈闻愈悬。消防人员为真悬的所在拍火，高雄大寮工业区一间印刷电路板的工厂发生大火，消防接到通报了后，出动大批的人力布水线拍火，避免火愈传愈快，还佫出动空袭机为真悬的所在翕落，要来将压火场的情形。总共出动了126个人，39车。以那个位置来讲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产线。那产线它用了很多 PP 的塑胶槽来当柜子所以可能这浓烟那么大面对熊熊发生的大火，工厂的人员赶紧要把内底的物件搬出来，让头家甲员工有顺利走出来。工厂的头家强调讲，导火的所在应该是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已经停工2礼拜。2楼一条产线啊，那条产线今天早上有运作吗？没有，那个已经2个礼拜没运作了。那个槽子是塑胶板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起来，不知道，要现在等他们看了才知道。那为什么会烧得这么严重？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金加工。铝合金加工哦。因为这间工厂主要咧处理阿鲁米的合金，加上现场有真侪 PP 自冰器材质的物件，地处发生火灾的时阵，物件烧起来造成空气污染。环保局嘛出动做环境的监测，因为当地透东北风，受到污染的物件会吹向西南边，嘛已经影响大寮区空气的品质。火警发生之后，环保局也立即派员至现场执行相关环境监测的作业。需要外出的话，记得做好自身的防护，那也尽量留在室内。这场火灾，包括高雄市副市长林启荣等人，拢赶去现场指挥甲抢救。经过2点钟了后，火有拍花，路检处嘛启动安检的机制。因为空气污染造成大寮的空气品质歹，市府建议民众都要留伫咧厝内，窗仔门关好好，尽量莫出去。若有需要出门，都要甲喙掩盖好好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检警查到一个细小的乡办，有2个泰国人因斗空，对寮屋经过泰国以进口家具来申请，也毋过伫家具偷藏毒品500多公斤21亿，是最近查到上大件的走私毒品案。另外，刑事局嘛抓到一间卖饮料的店因说伫咧生产毒品咖啡包，现场嘛查扣1400多包的毒咖啡包。查执人员检查家具的下骹，发现有各样，甲晓开看到价钱全毒品。清点了后，发现这个纯度的安非他命甲茄粉拢总525公斤重，市价大约21亿，是最近利用海运货柜走私，红查到数量上大的毒品案件。我们透过密集的提讯被告，比对他们之间供词之间的出入，还有手机的对话记录，我们成功的还原了共犯犯意联络形成的时间点。以及行为分工的模式。专案小组清查进口报关的资料了后，锁定2个泰国嫌犯，并且掌控2个人伫台湾的行踪。今年3月，趁因来仓库提货时，甲拘捕。另外，搁再追查，发现租仓库甲报关的是一个细小的查甫人，伊涉嫌用合法暗号非法，用进口家具这种国际贸易的方式藏毒品要来入境。检方嘛向法院提起公诉，申请羁押3个被告核准。这批家具是由辽国的某个家具工厂生产，出口到泰国之后，再由泰国林察班港运来台湾。那最后是国内的药某报关进行报关的。另外，刑事局嘛伫今年3月敲一间伫咧中华园林的饮料店，因为姓曾的主嫌所经营的饮料店暗时咧做毒品咖啡包。查到包括主嫌等3个人，也有7497包毒咖啡甲毒品原料。将制作毒品咖啡包的处所藏身于手摇店内，白天经营手摇饮，夜晚则化身为制毒工厂。警察除了追查源头，专案嘛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台北市有议员指控讲有民众申诉讲狗仔防疫态哦，也毋过动保处却拢无认真来处理。有民众是提供画面哦，会当看到讲有人用棍仔拍狗仔，佮用面巾摔狗仔。民众讲迄天哦，动保处因为无警方的陪同，民众佮无要开门，就准拄煞。暗时有民意代表佮找动保处甲警方做伙去处理，才甲狗仔救出来。市长周万安今仔嘛表示讲，会来要求动保处得爱检讨改进。一屋落去，代表台北市动物之家甲动保处的厅舍新建工程正式开工。市府继续强化动物收容环境，不过却传出有虐待狗仔的事件，互凊彩处理。狗仔疑似互主人用棍仔拍，佮用棍仔吹狗仔红棍，民众翕影片铺上网，寻求协助。议员指控讲，动保处接到通报，救援队下晡虽然有到场，不过却因为无法度去理5楼，无找警方处理就离开。一直到当天暗时，议员佮找动保处甲警方去，才顺利甲狗仔救出来，批评动保处上消极。明明可以第一时间救援这只小狗，但是却因为当时候没有会同警察，然后也因为门打不开，就直接走人。动保处应该要好好的来检讨这事情，我们会做一些检讨，比如说跟警方之间的一个协调机制，好，然后后续我们会对一些同仁在处理应变这种状况的教育训练。动保处8会救援队第一时间到场，因为5楼的门拍袂开，门附近的厝边也联络袂到主人，甲保安人确认过狗仔暂时会当自由活动，而且无继续疑似互虐待，所以才先离开。后续会检讨处理的过程，要求动保处尽速的约谈饲主，全面的展开调查。那在第一时间接获通报时的处理，
动保处同仁应该要更加的积极。疑似获虐待的狗仔已经获收容，动保处3日会约谈主人来调查。也那动物一家改建案，经费对5.8亿增加到14.500亿，引起质疑。蒋万安强调，物价起甲欠工是主因，上任了后就要求原地重建，而且马上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目前是有12栋的社会主体哦，因为常常拢有住户怨叹分米的问题。市政府对8月初开始要来提悬食薰违规记点的点数，只要违规3届食薰哦，就可能就要搬走咯。社会主体小瓜涂骹清楚表示，本场所内禁止食薰，不过也是有住户违规伫大厅、停车场、电梯等等公共区域违规食薰互掠，因害也是一般社体住户抗议上侪环境污染的问题。大部分的住户都是蛮不能够接受二手的，而且尤其是住户有一些比较守规矩的，他们会到户外来；但是不守规矩的，他们还是会在室内。主体发展处表示，桃园12个社体拢已经全面禁薰，也定违规记点的机制，目前以可控为主，记点为辅。只是要抓到违规也真无简单。不过，食薰违规的行为常常互人投，会伫截至公告提悬违规食薰记点点数8月初1实施。抽烟的点数从原先每次10点更改为第一次10点，第二次以后30点。那累积60点以上就会终止租约，强制他搬离社宅。这样子的规定很好，就是在这里散步活动的时候，至少不会吸到二手烟。针对违规记点，主体发展处进一步说明，若是欠租、噪音、食薰等等违规，拢会互记点，各种违规累积60点，就强制搬走。甲食薰违规记点提悬了后，未来只要互掠到3摆，就会强制甲因搬出去社会主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下冲突阁还未收煞。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却愈来愈严重。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和真主党是用火箭来攻击，伫个卡球场哦，嘛造成12个囡仔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呛讲，真主党一定爱为因的行为付出代价。可是进步了后，就是飞弹爆炸的声，一个攻击的卡球场铁丝网严重拐起，边仔阁有火痕，避难所的外墙阁有飞弹碎片爆炸的痕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当地27暗时，一个卡球场受到火箭袭击，造成伫现场踢球的儿童甲青少年被负闪片，真侪人死伤。انت بتشوف الموقع الانفجار هو يعني صاروخ جاء بشكل مباشر على ملعب الفوتبول. ممكن انه الواحد يتوقع شو اللي صار انه كانوا عم يلعبوا فوتبول سمعوا الازعكه يجوا على الملجا على المحطوط حد الملعب الشغله عبال ما يوصلوا للملجا بتاخذ لها كم ثانيه يعني 10. 这个攻击造成至少10外个人死亡，死者年岁拢伫10岁到20岁之间，另外阁有29个人受伤。事发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攻击，造成包括真主党的武装分子拢总4个人死亡。所以卡球场受到攻击，和以色列认定是真主党做的。虽然真主党否认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有关批评真主党，佮讲要互真主党付出代价。מאז שהותקנתי באסון אני מקיים התייעצויות ביטחוניות רצופות. הנחיתי להקדים את שובנו לארץ. אני אכנס מיד את הקבינט הביטחוני עם הגעתי. אני יכול להגיד שמדינת ישראל לא תעבור על כך בשתיקה. 除了以色列甲真主党的冲突，以色列日前嘛空袭加沙中部城市第二巴拉的一间学校，造成至少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讲，这个空袭是要打击秘伫卡迪加学院内底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司令控制中心。佮表示，伫攻击之前已经发出通知，警告当地民众去避难。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甲日本的外交甲国防部长李嘉丽会谈，昨伫东京举行。会后嘛发声明批评北京伫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破坏稳定，想要改变现状。伊嘛谴责罗西亚甲中国有北韩的军事合作，双方是搁再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比日李家迪会谈日下昼伫东京举行，日本由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防卫大臣朴元林出席。美国是由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会。会后联合声明再次表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敦促两岸问题爱和平解决。We strongly oppose the PRC's efforts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ound Taiwan. We agree on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中国の対外的な姿勢、また軍事動向等が地域及び国際社会全体にとりまして深刻な懸念であると、こうした認識で一致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またロシアと中国とのさらなる戦略的軍事協力に対します懸念も共有をいたしました。另外，美日加强协作力甲应对能力，为了让日本自卫队甲美军部队合作更加顺利，美国将改造驻日美军新设统合军司令部，以扩大驻日美军的功能。有会部长拢对中国当咧快速增强协武感到烦恼。2+2本体での議論に引き続いて、米国の核戦力を含む拡大抑止に焦点を置いた議論を実施することで、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強化に向けたさらなる相乗効果が期待でき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本日の議論できること。伫这进前，美日韩三国的国防部长会面是确定定期军事训练的计划，佮签署有关三国伫安全合作方面的规范协议分析会议。安尼做代表美日韩的三国安全合作已经走向制度化，伫应对北韩协武威胁佮中共地区内的挑战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公司新闻台为陈编译。台海局势紧张，国军嘛加强战备，明年度的国防预算传出讲会增加到4600亿，佮下来特别加特别预算，佮特种基金会到6300亿，嘛创历史的新高。台海情势严重，国防部立稿发布，正式共机18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正伫北部、西南、东部空袭13架次，加上共南14架次交代。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也为着因应中共升官对台威胁，明年国防预算预估会达到4600亿，佮加上特别预算甲特种基金会来到6300亿，写入历史新高。我们国防预算呢，必须在2024-25年达到付款的高峰期，在2026年、2027年以后，台湾度过了付款的高峰期，手腾空来，那我们还可以再进行相关的军事投资。台湾国防预算当年升悬，马政府时期国防预算大约是3500亿，到蔡政府最后一年来到6068亿。赖政府接手，和国防预算占 GDP 比维持2.5%。另外，空军6架 E2K 预警机负责侦搜任务，特别达到受限，面临消息性上悬的飞机，无法度升级。空军有意买更较新型的 E2D 预警机。今年环太平洋军演公司新闻，伫夏威夷直接看到 E2D 停伫美军海南卡尔文森号，配备先进雷达，侦搜半径达到550公里。若保守台湾本岛毋免出海，就会当掌握福建的强军动态，也会当追踪陆中战机歼20。不过一台无俗，大约131亿。今年日本买6架，专家建议咱国会当缀咧团购压价单价。可以不要到海峡，你可以放在中央山脉。那中央山脉距离福建大概250公里。那你如果再买5架的 E2D， 你就有11架。我可能要扩编，而且这个不能放在屏东了，因为会被重点摧毁。航空10号演习拄到凯美航太缩短演习的时间，像咧考验基层野战部队的去中心化运作。将会伫战备月得其验证。另外，模拟中共无人机进还，外界认为应该加强反制作为，火炮无实施加装机动部署，恐惊真歹防范强军的空袭。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华人大地震了后，代替北回线搁正难，尤其是和林到中地一个大雨就崩山。有学者嘛预测讲，未来7、8冬搁会继续崩。交通部已经要求代替来启动相关的灾害路段的安全评估，嘛包括改善的可能哦。如果113年底就会来提出初步评估的报告。土石完全砍掉天气路，还未清完，搁一条路就代替中地甲河林之间抢通机场一直延，目前如果要到8月初3才当抢通东正线。交通部长李明言表示，经过勘查发现，铁路位置上低所在比公路路线也较低，土石流甲路石开发生，已经请代替研究，希望会当找到更较安全、更较有准信的路线。也许是沿线
去做加刀的方式，或者是相关的改线。那这个部分会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评估，那让台铁在出发这一段更具有韧性。台铁正式已经启动相关灾害路段安全评估作业，其中就包括改线的可行性。会伫今年底提出初步评估报告，伫即学家分析，中岛甲河前之间会当用的路廊真下，无可能往海岸线，只会当来缩，一定爱乌线出图。这需要先进行地质调查甲风险评估，都爱用真长的时间。要打隧道这种工程就是，所以这么大一个工程在这边要改线的话啊，那开始他必须要做地质调查。才知道说哪边危险，哪边不安全重要。那调查完了以后，大概还要经过环评，完成的话，从现在开始的，大概要7年8年这种时间。丰台省等除了北回线、河仁甲中德中段、冲管线、嘉义甲新营也未通，台铁继续以公路专接，不过有未少民众反映 APP 有晚当电位。坐车较知影局部未通，爱由公路来转接。不知道，我是今天去那边买票才知道。绝对会耽误，一定会耽误的。路线中断影响列车调排，台铁表示，列车变做会因为减少甲临时调排需求移动，车长会协助引导旅客安排座位，造成旅客无方便，感觉真实嘞。记者综合报道。中央个地方公布要提供受灾户补助，饮水超过50公分以上的中价修理户，加起来补助一户上济当领45000块。另外，浸水车拖车的费用、大饭店嘛拢有相关的补助，民众会当特别注意。卖上班，你高雄三明区这栋积水上严重的大楼，水就算提起，地下3楼也是4间拢是源头，都要大整理。要做善后，就是说，在这个第3层楼的这个淤泥的部分、清污的部分。泡水车因为饮水的时阵车辆四线，有的塌伫入口，有的塌做火，拖吊人员就要先刹车，才会当拖车。这个车有的送去维修厂，有的先停去邻近的学校，全部互黄土砍掉的汽车，才会当维修，佫是问题，有民众归去报废。那个东西泡到水，那个里面的行车电脑什么那个都坏掉，你再修也是没有用。跟监理所这边来报一个停驶等到车辆修复完成了以后呢，再把车牌再领回去那这段时间的相关的税费我会停止。监理所建议民众泡水车若也会当收，会当先办理停驶，减少着相关税负的负担。风台受灾者嘛有补助会当申请。灾害的这个认定啦，咱这届由咱李干事甲里长主动来做登记啦。大户饮水超过50公分，上悬补助1户45000，50公分以下5000到15000不等。泡水车辆也有泡水车来拖吊的费用嘛有补助，厝内因为风灾断水断电无法度大，嘛当申请补助。房管税、地价税等等的税金嘛当减免，也是免收。市府嘛提醒民众，就要先翕相，也是甲相关的证明留咧，才会当加紧着审核的速度，嘛当较紧领着补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即马西南气流已经减弱，雨嘛停了。这2天台东县有大批的纸板碟伫空中在飞，赛车经过的南回公路无细里有可能会去弄到纸板碟。专家是表示讲，伊是趁雨点咯，飞出来找食食咯。嘛呼吁民众最近赛车经过南回公路，速度就较慢寡，才袂去弄到纸板碟。台东的雨停啊，透早太平溪出海口出现一批的纸板碟伫空中飞来飞去。伫南回公路赛车，嘛看到纸板碟，而且无细字也可以去弄到。伫初鹿牧场，嘛有袂少纸板碟来遮找食的，尤其是正好奇的翕相。伫市区的民众讲，即几天嘛看到真侪鸭飞来飞去。10-20只，拢飞来飞去。牧场种植的大量的高氏火泽兰，这是纸板蝶的很喜欢的一种蜜源植物。不过，过冬型的纸板碟，现出时应该要毋是要飞去南边的时间。让来民众看到的纸板碟是无方向咧空中飞来飞去，因怀疑讲敢是因为风台造成因生态改变。有专家讲，因为风台的时阵，因无法度出来找食的，即马好天，因就赶紧飞出来食物件。而且这个季节拄好嘛是因为着要闪过着人，转换车地时间，为着找适合的地点，才会看到那像无方向乱飞。下一代如果在原地繁殖的话，
它的这个死亡率会非常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也会进行一个我们说迁移的行为，只是说现在7月份的迁移的行为它比较不具方向性专家讲，过冬型的止班点抓人了后，就会向南边慢慢啊迁徙。在花莲的山区，因为半路啊休困，虽然即个因为风灾山区受损，不过因还是会搁找适合的栖地，袂影响迁徙去南边的行为。不过嘛，呼吁赛车的民众，在山区赛车都要放较慢的，较袂无细致甲止班点搞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风台过也毋过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天气嘛是个真无稳定气象署是提醒讲，东南部佮西部地区，伫拜一、拜二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拜三开始水气较减少，各地会来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也毋过过昼同款卖落3、8雨。风台过了，真侪民众趁好天，赶紧甲棉被摕出来晒日，甲厝里摒扫清气。毋过气象署指出，东半部甲西南部的天气也是真无稳定，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拜一过昼了后，嘉义以南有机会闪大雨。若拜二换西半部伫过昼了后会出现闪大雨的状况，若东半部地区这2天拢会有机会落大水雨。今天跟明天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上不稳定。降雨的区域也是比较广的。那在今天的话，包括在东半部，因为受到低压的迎风面，所以在东半部整天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西半部的话，原则上是时晴时雨的天气，可是在中午过后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雷雨出现。今天主要是在嘉义以南地区，不排除会有短延时的大雨或豪雨。气象署指出，拜三开始水气减少，各地拢会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不过嘛，爱特别注意过昼了后的西北雨。气象署提醒民众，拜三过后水气减少，恢复热天的天气，透中昼尽量莫出门晒日。若下晡要出门，就爱记得炸雨伞。到了明天之后，台湾开始受到了台湾东边这个高气压的影响，环境上开始比较盛行、比较弱的西南风所以在礼拜三之后，水汽上是有逐渐在减少趋势，各地开始恢复到比较夏季的天气形态。气象署嘛特别提醒，风台虽然走不过这2天各地的天气依然是真无稳定，尤其是东南部甲西半部的海涌也是真大。气象署提醒要去海边佚佗的民众，爱特别注意海涌的状况，避免发生危险。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一寡民众摕药拢想要摕原厂生产的，健保署对于今年10月开始处方签未阁出现药品的名称，只会写成分。头一个阶段会先对全台湾8000外间躯壳诊所开始实施。不少民众因为喙齿痛到躯壳看医生，如果挽喙齿了后齿环肿痛，医生阁会开处方，予民众到药局领药。不过未来医生的处方顶面未阁出现药品的名称，敢若会有成分的名。效果一样，我是不会差啦，没差啦。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啦。为着破除民众原厂药的迷思，卫福部健保署会对今年10月份开始试办处方针的新制，也就是若准医生无标示药品，袂当代替。伫社区药局欠药的时，药师会当家己换做其他共成分的药品。第一阶段会对基层的齿科诊所上路，按算全台湾有6900多间诊所受影响。诊所大部分大概都是一些消炎止痛的，只要效果一样是可以有替代的一个药。在处方签的格式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来让我们医师在处方上能够更有弹性？那从而也可以提高民众那个医嘱的遵从性。健保署强调，齿科诊所的病人病情较单纯，用药嘛较简单，大多数是消炎止痛药为主。也若后一阶段的病院甲西医诊所，当时比较办理，目前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有42000外考生考大海分科测验，今仔早起9点开始地当查成绩。大考中心嘛公布各科成绩的统计，其中上侪人考的数学甲顶标是45积分高分群的考生是比前2档增加。化学成绩嘛是最近3档来上悬。
113学年分科测验成绩29开放奉查，会陆续寄成绩单。今年计共42141人报考，大考中心也公布各科5票，顶票以生物53积分上悬，过来是历史、公民甲社会拢是52积分，化学、地理是51。物理48，上低分数是数学甲45积分。之前有真侪老师讲，这是新课纲3年来上简单，这届5票拢比旧年增加4到5积分。在数学甲考科部分，113学年度5标均较另2学年度高，高分群考生人数百分比较前2学年度稍微增加。整体而言，113年数学甲考科鉴别度佳，且考生表现优于前2学年度。除了数学甲、化学5票的成绩，也是最近3年来上悬。物理的各票是略下降，也若生物、历史、地理、公民甲社会科的5票较接近。其中公民防讲困难，敢若像咧创治学生。引导学生要学习思辨，对提供的讯息或者是主张，能够进一步的去做分析、推论。我们的所谓的核心素养，这也是108新课纲想要培养。另外，大考中心也宣布，为了提升测验的鉴别效果，115学年学测英文科的偏重结构会对4选4改做5选4，避免考生唔对一个就影响到别个题目，毋望增加考生提分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伫巴黎奥运的台湾馆哦，7月27开幕，已经成4000多人来参观哦。除了有提供真侪台湾特色食食，嘛有精彩的表演节目。其中台湾组的歌手阿宝以母语的歌曲突破语言的界界哦，互来自全世界游客伫巴黎感受到台湾的热情。台湾族歌手阿宝用族语伫法国唱出台湾的歌声。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伫7月27正式开幕，由4组团体轮流上场。包括电音、传统乐器、含女子马戏，也那最后一段是阿宝阿敖带动全场用无需要翻译的节奏，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热情。我觉得跳舞是这样，它会很快可以打破隔阂，音乐是。然后你开始跳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了。就不用解释太多，就很棒，他就会记住这个馆里面有很棒的表演这样。阿宝和团队总共演唱10条母语的创作歌曲，结合族语、台语和华语等等，让世界看到台湾族群的多元性。另外，咱的台湾馆也准备限量500份的家己茶礼包，让外国朋友拢通吃到真指定的鸡仔饼和台湾美女。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one? No, never. Never. Do you like bubble tea ice cream? Yeah, we love it. 虽然开幕即天天气无介好，有关去饮4000人来，台湾驻法国大使也真欢喜，会当和世界分享台湾文化。他们就是不太了解台湾，所以现在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嘛。因为台湾过去有名了，当然自由民主半导体，面对中国的打压，然后找出自己的出路嘛所以他们现在对台湾的文化，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另外，高志忠嘛分享讲，这外国朋友拢真学到今年奥运台湾队的服装设计。伊讲台湾毋但半导体甲珍珠奶茶，台湾馆到7月初8拢有无共款的艺文表演。财团的文化部表示，咱要透过文化奥运向世界展现台湾嘛是一个文化的大国。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这2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过头了后，嘉义以南地区、有西部地区海落大雨。伫东部沿海、有恒春半岛风影会较大，要特别注意。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